定跟我们新北市的国民党立委大家并肩作战，做对的代志，让人民过好生活，是咱大家责任。我保护的不是立委，我保护的是新北市人民应该有更好的生活。新北市的立委，尤其国民党的立委，这一次在采访，为了让我们新北市在建设上，在照顾60级区长，能够更有多的资源，尤其起码是20几年来人民的声音，嘛是历任所有的执政单位，都嘛希望修改这财政法。这个财政法过，怎么开始大罢免呢？这个是不对的。我一定跟我们新北市的国民党立委大家并肩作战，做对的代志，让人民过好生活，是咱大家责任。我保护的不是立委，我保护的是新北市人民应该有更好的